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伫新年头、旧年尾的时刻，有机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感谢你这一年对阮的引带甲带领。主阮知你的信心，每一工拢甲我同在。主即时，我要搁一摆将家己摆列，恳求你的信心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听的甲讲的拢得到帮助。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第20讲，即个月要正做月份的开始，正做一年的第一个月。这互咱知，以色列人用跋过节即个月正做新年，来纪念因新生活的开始。咱知跋过节是伫纪念甲感谢上帝拯救因的祖先，脱离做奴隶的埃及，正做自由人的生活。伫跋过节的期间，因必须爱照着旧约律法所规定，每一家拢爱摊羊羔、食羊肉、食苦菜，甲无甲饼，照着安尼来象征除去过去的败坏，而且纪念上帝对因祖先的拯救。同时，也要做自我的省察。伫以色列人的传统文化中，每一摆新年，因一定会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回顾上帝拯救因的祖先出埃及的历史甲意义，同时也反省过去一年家己的心思意念甲言行举止，照着安尼来更新旧的我，搁一摆决志，定心出发，通伫新的一年，为着家己的内在使命起旧换新。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做伙来思考，上帝安怎主动拯救保护咱，以及安怎互咱对旧的我甲歹的习惯中得到更新甲改变。大先，咱先来看跋过节的起旧换新。咱看出埃及记中跋过节的由来。通过圣经记载，甲咱讲，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有430年久。埃及法老王用压迫以色列人做苦工，直到因着过着无自由、受压制的日子。耶和华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哭，就派摩西带领因来离开埃及法老王的统治，到为因备办一个老年甲密的迦南地。一起初，法老王并无答应要互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当上帝连续降落10个灾祸了后，法老王才勉强答应，互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10个灾祸的最后一个，就是上帝差派使者，要杀死所有埃及人的大囝，甲一切精死的头一胎。根据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的记载，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前一暝，上帝就指示摩西，爱以色列每一家拢爱摊羊羔，而且要将羊羔的血抹伫厝的门框顶悬。伫迄一暝，上帝使者会行遍全埃及，杀死所有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总是当上帝使者只要看到厝的门框顶悬，若是有抹羊羔的血记号的，使者就会爬过迄个家，互因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免受害。就伫迄暝，埃及全地所有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拢无一幸免。只有以色列人的家庭得到保全，所以跋过节就是在纪念以色列人脱离做奴隶的日子。以色列人只要跋过了这关，就得到生存，
打以后就会当食做自由的人。这一面对伫所有要离开的以色列人来讲，这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面的这关若是无过，因毋是互人杀死，就是继续留伫埃及做奴隶。所以犹太人用真看重这个有关规个民族受拯救的日子。当年伫这个节天，因除了要纪念甲感谢上帝眷顾、保守甲拯救以外，同时因也要庆祝因得到讨饭甲自由。甚至还佫有人将即日看作是犹太人的独立纪念日。所以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爱遵守跋过节的传统甲礼仪。伫过年的开始，用纪念上帝拯救，互因告别做奴隶、受压制、受迫害的过去，来迎接得拯救、得讨饭、得自由的新的一年。煞者咱来看新年的器具外新。兄弟姊妹，通常咱伫过年前，拢会进行厝内，也是讲伫庄下的教会，拢会进行教会的大摒扫。无的确，现代人已经袂伫过年前来动员全家，也是动员全教会的会友做伙来大摒扫。这款的传统其实有真深的象征意义呀。这个象征意义就是通过咱动员所有的成员的大摒扫，来除去过去歹的、旧的、垃圾的、毋好的一切，会当用全新、清气、美好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总是这款的器具外新的大摒扫，毋那只是限制伫咱所住的环境甲外在的清气。相反，咱的信仰也不时地提醒着咱，搁较需要进行咱内在生命的大摒扫，通好告别过去的罪恶甲重担，互咱的生命亲像新的同款，清气无瑕疵。心理学家马斯洛伊捌讲，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就会改变。这也是咱常常讲的，你的性格决定你的命运。是啊，人的内心、人的性格若无改变，就正是咱的环境改变啊，咱的清差无共啊，就会亲像俗语讲的，牛就是牛，牵到北京也是牛啊。也就是讲，人的性格若是无改变，其实真侪代志也拢未改变。总是对咱基督徒来讲，相信耶稣，毋是只讲咱会得到真侪新的美好的事物尔尔，搁较重要的是咱的内心，是毋是有因为相信耶稣来有所改变？也就是讲，当咱敬拜耶稣了后，咱的内心应该会甲过去的想法、做法、甲价值观会有无共，来互咱愿意顺探耶稣的价值观甲做法来改变。亲像以色列人守跋过节同款，是告别旧的过去，要来迎接新的开始。过去咱是缀着家己的心意，选择家己所喜爱的、想要做的来做。或者是咱就是跟着这个世界流行价值观甲潮流来做代志。总是，当咱若认捌耶稣、跟着耶稣了后，咱开始会改变，会敏感发现
什么是上帝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当咱有体会到这个时，咱就会感觉到，基督徒伫世上所要追求的，是甲一般的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无同。咱愿意互咱的心思意念来更新，去grund底主耶稣的流，毋是去grund底即个世界流行的潮流。咱国内有一位基督徒的出版商，伊将伊的出版社号名叫做主流出版社、主流出版社。伊除了有出版基督徒诗与诺的册以外，还佫有人物系列，有马街段、青年马街，还佫郭俊明牧师娘的册，还佫学院丛书、Logos 系列。还佫有特别，伫内底有一个 Touch 系列，有一本基督教的小说，也就是咱的教会的会友蔡翠莹姊妹所写的《白蛇情缘》等等。这位基督徒出版商伊讲，伊会将伊的出版社号名做主流，有两个意思啦。第一个是希望伊的出版社会当伫出版界会当引导潮流，另外一个是更较重要的意义。主流就是要做咱主耶稣伊所喜爱的代志，是grund底主耶稣的流，毋是grund底世界的潮流。所以，当咱来grund底主的时，互咱对世界潮流变做主耶稣的流。就是主流，咱本来是照着家己的意思，现在是照着主耶稣的旨意。之前是顺家己的心意，现在是顺服主耶稣的心意。互咱的心思意念伫当中更新来变化，互咱的生命产生改变。也就是讲，当咱伫思想、意志、情感上，拢有即款的一个认知甲认同的事，安尼咱才有可能无过去效法即个世界，爱对即个世俗的潮流内面分别做成，才会当知影，而且行出上帝顺转善良、通欢喜的旨意。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0到第80中也讲。我要用现代中文一本华语来读，大家较清楚。要把罪的旧酵除掉，你们才能完全洁净。这样，你们就像没有酵母的新面团。其实你们本应该是没有酵的。我们逾越节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作为牺牲献上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要用旧酵。就是含有邪恶的酵，却要用无酵饼，就是含有纯洁和真理的饼。保罗提醒咱，唔通带着过去的罪恶甲旧的我，进入到新的一年，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清气甲更新。也就是讲，除去旧的我。毋那是为着要得到生命的改变，佫较是爱咱会当活出一个丰盛圣洁的生活，伫上帝保守保护下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这就是咱内在属灵生命的起居活心。这是咱每一个信徒在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应该爱决志甲追求的目标。接落来，咱要来思考跋过节甲新年的反省。出埃及记12章13节，上帝讲：当我看到这火，我要跋过恁的家。跋过节，英文就是 Passover， 意思就是跋过、跳过。总是现今的以色列人
因称呼跋过节毋是 Passover， 因是用希腊文的披萨。披萨这个字的意思，毋是跋过跳过。披萨这个字的意思，是保护守卫。那将这个字啊，伫咱的和合本圣经以赛亚书31章第5节，其实就有出现。我要用华语读给大家听。雀鸟怎样3次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伫遮有讲到越门保守，越门就是跋过。不过这个字伫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披萨，也是咱教会所使用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伫这节圣经在内底就有正确来翻译出来。我要来读以赛亚书31章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伊讲，咱会当有一个想象画面亲像天使在飞的鸟，安怎保护伊的囝？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也要安尼保护耶路撒冷。伊要保护、守卫伊、拯救伊，无互伊受害。兄弟姊妹，迄个图片你有想象出来吗？那是咱将披萨这个意思，保护、守卫、拯救，无受害，用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13节，迄个意思就毋是上帝看到有花厝就甲伊搬过尔咯，毋是安尼哦。意思是啥物？上帝若一看到迄个厝门口顶悬若有火，伊就安那，亲像鸟仔天使，甲伊保护、甲伊守卫、甲伊拯救，无互即家人受害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主动的保护，互一切灾祸会当离咱远远。这也甲咱常常读的诗篇23篇第4节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峡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以及咱拄则主祷文中讲的，求你救阮脱离迄个歹的，这拢有异曲同工、相像的意思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知咱人生在世，常常有意外，所以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实上，意外、危险甲凶恶，基本上是常常出现伫咱的身躯边啊。总是因为咱有上帝主动的保护甲拯救，咱才袂跌到陷入搁较济麻烦中，甚至是咱的性命受到受伤、死亡的威胁。真侪时阵，咱并无用心去注意到上帝对咱的拯救甲保护，掠做咱事事顺利、生活平安，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有记载迦纳的婚礼，这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有一届耶稣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去迦纳参加一个婚礼，这个婚礼举行到一半，酒啉了啊。酒对犹太人的宴席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婚礼。酒啉了啊，是一件会互主人感觉真见笑、无民主的代志。犹太律比犹太老师，甚至有一句话讲：无酒就无欢喜快乐啊！无酒就无欢喜快乐。所以伫婚礼这个欢喜快乐的场合中，酒无啊，是一件互主人家非常无民主、真见笑的代志啊！
假使即个新郎若知影，一定会感觉足见笑、足无民主的，甚至有可能会引起着即对新人的婚姻危机啊！就伫即个时阵，玛利亚就请求耶稣来帮忙。耶稣就马上行了一个神迹，将水变做酒，替新郎来解决了即个尴尬无民主的场面。各位，请注意，耶稣伫新郎也毋知影得要发生严重问题之前，主耶稣就已经用伊的恩典，将水变做酒，替新郎解决了即个重大的危机。主耶稣用伊的行动，互咱知，就算咱拢还无明白，也拢还毋知影，咱所爱面对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有偌济。主耶稣伊主动用教义的撇撒，就是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来赢过咱生活中的意外、危险甲凶恶。兄弟姊妹，毋知咱捌受过无？有时咱也袂为着所要发生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来祈祷的时，上帝就已经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啊！就亲像迦纳婚礼中的这位新郎，伊根本就毋知影伊的婚礼，特别因为无酒啊，就要来发生大麻烦。这位新郎伊连祈祷拢无，主耶稣就主动替伊来解决伊的麻烦。请问，伫咱的生活中，咱无祈求上帝，就得到保守甲看顾的情形是少还是济啊？各位，牧师要甲大家讲，亲像即款的情形，伫咱的生活中应该是真济啊，只是咱拢无注意到。简单句来讲，无的确是因为牧师的年纪啊，愈来愈年长，头毛拢白啊，愈来愈感觉每一天啊，若是会当真顺利吼，吃喝拉撒睡，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毋知咱有每一天为着家己的吃喝拉撒睡，会当顺利来祈祷过吗？或者是亲像今仔日，咱会当平平安安坐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上帝真大的恩典。咱大部分的人今仔日要出门前，应该拢无伫祈祷中特别祈求上帝保守咱，行伫路里毋好跌倒，毋好拄着意外，毋好拄着毋好有车祸的发生等等。各位，咱虽然无安尼祈祷，上帝伊犹原是主动来保守咱，无跌倒，无拄着意外车祸啊！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位主动用伊的恩典包围咱的上帝，伊比咱所想象的更较有恩典。新的一年，互咱回顾过去的日子，上帝常常主动互咱闪避了生活中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所以咱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生活平安顺利，互咱免受患难的，是替咱的上帝主动的帮助甲保守。通过圣经，互咱知以色列人因将出埃及这个历史的事件，变成一个节期，一种的仪式，所以因有跋过节。因要跋过节的目的是啥物？第一，毋那是爱以色列人清楚知影，因得到拯救、得到自由的历史事件是安怎来发生的。第二个，伊更较爱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会当通过节期仪式去纪念因的民族得到拯救的历史事件。各位，
通过节期的仪式化，互历史事件诚做毋是单一，只会当经历过一摆的事件。通过节期的仪式化，互即个历史的事件毋是诚做单一，或者是只有因的祖先经历过一摆的事件。这是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会当通过即个仪式化所包含的文化象征，搁一摆来体验即个历史的事件的经历甲意义。也就是讲，圣经的记载，并毋是简单的以色列人记条上帝拯救。圣经的记载，搁较爱以色列人会当带着一份的纪念，带着一份的仪式感，互即个历史的事件、民族的经验，诚做因每一年充满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甲生活中的仪式，来提醒因伫生活中上帝保守甲拯救。兄弟姊妹，跋过节可能就是一年庆祝一摆，搁对咱基督徒来讲，咱也无得庆祝跋过节。但是上帝保护甲拯救，是需要咱常常伫生活中来纪念。新的一年的开始，互咱重新拾起失落的仪式感。搁一摆伫咱的生活中，通过仪式咱设立一个仪式感，去发现上帝的撇撒，保护、守卫、拯救无受害。或者是讲通过每日，咱甲主亲近，每礼拜敬拜上帝，甲每年的节期反省等等的仪式感，来体会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影响。伫有时烦恼无确定的生活中，互咱找到快乐甲鼓励，看见主的呼召甲方向，帮助咱每一天勇敢迎接新的未来。兄弟姊妹，当咱做伙开启旧换新迎新年，除旧布新迎新年的时，牧师要鼓励大家会当建立信仰的习惯甲目标，来通过咱实践者的信仰的习惯甲目标，加做咱生活中的仪式感，来提醒咱纪念上帝的撇撒，保护、拯救、守卫，互咱无受害。所以通过以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仪式，帮助咱搁较进一步来亲近上帝，体会伊带互咱的新生命。第一，每日咱会当固定的时间读圣经甲祈祷，而且伫要困之前，至少为着今仔日的一件代志，咱来感谢上帝。借着上帝的话甲祈祷来装备咱的心灵，互咱对上帝遐领受智慧甲快乐，也帮助咱搁较敏感来体会上帝伫咱生命的稳定。第二，每周、每礼拜，咱来坚持守主日礼拜，而且伫周间，咱爱为着教会事工，或者是咱会当来参加教会拜师暗的祈祷会。无论生活有安尼无用，互咱用敬拜上帝的心来归荣光互上帝，定心得到快乐，借着祈祷来支持教会逐项的事工，互咱所有的相连人搁较团结，彼此成长。第三，每个月咱来实行、遵行上帝所讲的11奉献，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互咱搁较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手赐的，互咱学习回应上帝的恩典，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第四，每年至少引带一个人信主，伫咱的生活中，
互咱会当活出主美好的见证，互咱身躯边的人会当看见上帝的疼甲恩典，食做上帝祝福人的管道。愿咱伫新的一年中，通过实践者的信仰的习惯甲目标，这毋但是外在行动，搁较是咱内在生命的起居活心。这个习惯甲目标，诚做咱生活的仪式感，会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搁较亲密，也会互咱搁较体会到上帝伫咱生活中主动的配撒。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而且带领咱进入生命的自由甲丰盛。愿主祝福咱，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因为阮知阮无完全，阮伫过去的日子中也常常来得罪你，得罪人。主总是你无放弃阮，你犹原要鼓励阮，继续伫阮的生活的内面，常常甲你亲近，通过每日、每礼拜、每个月、每年，阮所做的这一切，会当互阮知影，阮结连伫你。主啊，就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通过这个仪式感。互阮知你伫阮的生命做工，主着恳求你的信心继续引带带领阮，互我愿意伫新的一年将家己献就，互你来使用。主你伫生活的中间不时来更新改变阮，主你的信心诚做阮的保惠师，引带带领阮，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互你来欢喜。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